那么就像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镜子一样，它呢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肮脏的东西，也是不会受到它镜子本身的这个怎么说呢本性。那就是清净的一切东西，好看的东西也是不会怎么说呢，把镜子不会改变成一个好的。那么今天一个魔鬼的前面放一个镜子，魔鬼每天都照着这个镜子的话，镜子里面出现的都是魔鬼的样子，但是镜子还是镜子，就是一个魔鬼照100年以后看一下，那个镜子还是100年前的镜子，它就是没有任何变化。那么今天一个仙女照镜子照100年，那么每天出现的就是一个仙女，但是在100年后看一下，镜子还是镜子，它不会有变化。所以我们的阿赖耶识当做一个镜子来看，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本性的清净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本来的面目。那么因为我们造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感受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轮回的苦然后在相当我们现在做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是一个人，我们认为是一个人类众生，那么我们就是要在乎什么呢？在乎我们的生老病死，在乎我们的这个痛苦、辛苦、苦、求不的苦等等一切的痛苦，都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感受，对吧？那我们也会在乎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在乎我们自己的长相，我在乎我们自己的地位在乎我们自己的金钱，在乎我们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情人等等，还有在乎我们的敌人，然后还有我们去在乎我们不喜欢的人那么这些都是在乎的方式不同我们在乎情人的时候，希望情人好；那么我们在乎怎么说呢？敌人的时候，就是希望敌人不好。那么，所以这些一切的感受当中，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可以轻松安慰的自由。所以呢，不断的就在造业。所以就是刚刚我前面所讲的一个镜子，它的主人呢，就是是一个魔鬼。那么那个魔鬼呢，就是觉得这个镜子就是他的他就是用100年的时间当中，他都是怎么说呢，一种执着这个镜子就是我的镜子，那他也是一直的照这个镜子，那这个镜子里面出现的也是魔鬼，都是每天都是会出现魔鬼的像就像一样，他有一天没有了，他100年后那个魔鬼就没有去照这个镜子的时候呢，那就是魔鬼还是不在了，镜子还是一样的镜子。就像这样，我们就是一种执着把这个原本的这个清净心呢，就是盖住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既然已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是现在就是已经轮回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轮回中的一个人。但是人有跟其他的众生不同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他可以修持佛法，因为人的智慧可以达到可以在解决自己的轮回的真正的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只要是有缘可以接触佛法，可以学习佛法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在怎么说呢？那个本来是一个魔鬼的脸，那么你每天处理，每天就是弄得干干净净那也是可以在镜子里面出现的，就是干净的脸，就像这样，那你也可以在完完全全呢，就是把它变成怎么说呢？我们自己现在一个众生的一个充满烦恼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心呢，就是把它修整，把它美化，相当就是一个不干净的脸，你把它每天修复，然后就是有一天会变成干净一样的。那所以这样的来可以去想。所以呢，人呢就是可以，他有他的功德。我们当然也是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我们就是人的痛苦，但是人也有我们人的功德。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所有一切的在乎的这些痛苦都可以放得下。如果放下那我们就根本就是不需要去在乎。一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照着镜子一样，我们自己看脸上的不圆满的这个东西，修复，把它完成，一点一点从小的方面。有一天呢，我们就根本就是达到一个根本就不需要在乎自己的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完美的、最完整的最圆满的一个。所以我们就是所谓的我执我执能够可以再放得下的话，那就是非常殊胜的。就相当前面也是我们有讲那个造业的一些那个造业的这个公案嘛，然后就是最后清净消除清净的这些的怎么说呢？那个公案这些都是我们就可以学习的对经。那有怎么说呢？我们五件罪，相当就是杀父杀母，然后杀罗汉佛身出血等等的这些五件罪，也是修持金刚萨埵的情况下能够可以圆满怎么说呢？忏悔的。因为这个来说的话，就是金刚萨埵呢，就在过去他修持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发愿。他成佛的时候呢，就是任何一个众生只听到他的佛号，只想到他，只祈祷他，就能够可以消除一切业障，有达到这样的功德才会成佛。如果是没有达到这个功德之前他都不想成佛，以这样的大的发愿。所以就是同时就是有十方三世的怎么说呢？一切诸佛呢就一起怎么说呢？成就加持为金刚萨埵，有这种消除业障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就在能够可以消除业障的方式，前面所讲的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不能造业，第二个我们知道不能造业的情况下，也同时也要知道我们已经造了很多的业。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呢，我们既然造了那么多的业，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知道可以忏悔。那么忏悔呢，就是怎么去忏悔呢？就是有很多忏悔的方式。那么忏悔的方式呢，就是跟着我们就是金刚萨埵的这个课本里面要继续要学习。护主龙树菩萨说：何人昔日不放逸，而后行为欲严己，如愿离欲即顺利，能脱止慢于能乐。如果具足四种对之理，而诚心诚意忏悔，则罪业能够清净。但若一般东张西望，无言乱语，自行随机，其他分别念转，一边口中发露忏悔等仅仅念诵忏悔文，或者认为以后忏悔也可以，近乎造罪也无害等，则即使进行了忏悔，罪业也不会完全清净。那么这个意思来说的话，就是前面龙树菩萨所讲的，就是前面的我们讲过的上礼拜的那个两个公案，就是造业的方面跟杀生的这些，最后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消除清净的这个方面。那这个来说就是这本书里面后面也是会出现的。那么第二个来说的话，我们就今天所在这里讲的就是相当我们比如说观修金刚萨埵的法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坐下来，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开始做功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等一下会后面就是会出现会讲到我们怎么去观修金刚萨埵这个方面。但是前面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行为来说的话，就身语意的三种的，就身体来说的话，也是我们平常的做功课一样。那么像打坐一样，首先就是必须得要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坐垫上面
然后自己呢就身跟怎么说呢，欲都是清净的，那么轻松的在刚好就是我们做功课的时间，只剩下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以后呢，就是约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客户，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要谈，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先把15分钟之内先把我的这个功课做完，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身心不自在的，那么你就是你的那个跟人家约的是15分钟之后才到，但是这个15分钟里面，那你就可能是心理就是都不会是特别的轻松的，那么就是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刚刚从这里面说的一样，比如说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呢，就是虽然身体坐在一个垫上面，或者是坐在一个，就像今天我们就是身体在一个听课的一个行列之中，但是呢，就是心里呢，就是会东想西想，然后东张西望，然后就怎么说呢？就是心里又会想很多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或者是为了要做什么，讲很多事情，或者是有其他的金刚师兄的话，那就做一些胡言乱语然后就是跟其他讲，就是怎么好怎么，反正讲好的也好，讲不好的也好，主要是认真没有专心的修持，也认真没有专心的这个灌修的时候呢，就是不会有圆满的功德。那么这个下面有讲的就是罪业也不会完全清净，就是也不会全部的清净，就是本身的它的功德来说的话，那如果是你达到如此如理如法完整的一个修持的这个方法的质量就是身语意都清净的情况下，达到圆满的数量的时候呢，那么罪业就是完全可以清净的。但是你这里面就是其中达不到哪一个方面的情况下，那也罪业不会完全清净，但是只会变成比较薄弱，或者是就是消除一些部分，但不会有100%的消除。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必须得要知道，平常我们做功课的时候，时间非常重要，对不对？时间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很珍贵。人生当中呢，就是我们已经是人的一生当中，大概就是像你们来说的，相当也一样，就是如果是自从怎么说呢，从大学毕业开始呢，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空闲的1分钟1秒钟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忙，忙到几十年的时候，最后也又看的话也是看不出来什么有忙出来的结果，但也是没有结果也好，有结果也好，不忙是不行的，这就是人生。所以时间我们有一个可以做功课的时间是非常重要，对不对？既然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做功课、可以修持佛法的一个这样的殊胜的机会跟殊胜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功课呢，必须得要达到完全标准的，能够达到最高的水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课的质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是怎么去想？这个我们自己一开始去想，不然就是刚刚就是在苦中念一下忏悔经什么往班德少多，什么往那波兰班德少多，这个第三支准备吧，是不用吧，这样就是一半念一半，然后就是在像这个事情，像这个那个事情，连如果是有个身体的这个坐着都没有办法再好好的就是好好的就去轻松，然后就是一天就是这个想这个想那个想这个想那个，然后苦中念完多少多什么样，也是没有太大的功德。自本作人着光